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好，我知影。好，我马上过。嘉玲哥，花店今日有维修完成，你跟我去验收。哦，好。啊，江林家拢不爱接电话，到底是咧创啥啦？也毋过医生，我拢真谢你，哪安尼？啊，你先免紧张啦，阮会替你煮完胎。好，李林员，咱先准备者。好，多谢。对啊，卡婷，要安怎？可是囡仔无啊，我真是唔知影要安怎。医生拢讲唔免紧张啊，你是惊啥？我熟悉场外才袂安尼咧。啊！卡婷，有啊有安怎无？啊？你这摆是咧创啥？电话哪拢唔接？哪会遮尔无做爸爸的责任感啊？是嘞，我拄则伫无闲，手机也无伫身上。伊即摆状况啥款？拄则已经煮完胎，医生讲休困一下，等下就当去。好啊，遮无我的代志啊。恁某我就交互你啊，我先来转。好。卡婷，多谢，多谢你救我，嘛救阮的囡仔。你叫是一句多谢就准拄煞，我转去想看卖，你爱摕啥来报答我？阿静，你莫安尼啦，莫去寒着。多谢。我已经叫金秘书去请看护啊，等人请着，你就当回去休困啊。不要紧，我想要陪友呢。第一次来进前，我袂离开的。医生有讲，咱会当加甲伊讲话，讲无定就会听到啊，就会精神啊。我先去找医生，问看幼莲即摆状况，我等下才来。嗯。你搁咧烦恼事？我实在想拢无办法，哪会做出这款代志？
也毋过上细想想的，感觉伊敢若早就计划好要破坏工厂，才无爱互我甲大家讲阮离婚的代志，会当互伊继续留伫新华。假使当初我无听伊的，就袂害着阿兄。你莫伤自责，你家己嘛是受害者。放心，恁阿兄一定好起来。我嘛足烦恼阮阿姊，伊照顾阮阿兄，拢无爱食无爱啉，口劝伊食物件，拢敢若无听着共款。我真是足惊伊的身体会袂堪的。店内无啥物代志，无我去病院看恁阿兄，顺续炸车互恁阿姊。好啊，安尼你一定爱口劝伊食物件哦。你讲的话，伊会听。我试看卖，我去传食的甲咖啡，这我来了。多谢。头家盛小，啊，我来。张莲，你是毋是感觉遮尔侪年以来，打去张家甲兴华伤忝啊？所以才决定找到机会，就要好好啊困。安尼你嘛困伤久啊，困饱就要起来啊。咱阁有足侪代志还袂做呢。我阁等你替我挂手指带去结婚，所以你困饱就要赶紧精神，莫一直困，知影无？你来啊！状况啥款？医生讲各项指数拢正常，就差要恢复意识，嘛毋知影什么时阵会当清醒。莫艰苦，既然状况无恶化，我相信一定会当清醒，只是早晚的问题尔。我有传苹果，要食无？毋免啊，我袂晓，等下才食。安尼先困咧，先啉咖啡啦。我想友莲嘛无希望伊精神的时阵看到大门旗面是这么歹。天公伯啊，真是真爱讲算账。当初阮真无简单提出勇气，要甲亲人讲阮做伙啊。啊，一到妈就雄雄宣布要结婚。即个阮才想讲要去登记结婚，又然就发生意外。我常常伫想，敢会是天公伯想要甲我讲？我甲周莲根本就无适合做伙。你讲这个真无亲像我熟悉的大门旗。无，大门旗应该是啥款？大门旗应该会甲天公伯唱声，然后讲：我想。我单文旗无得惊的，天公伯，你等你看，我一定会甲张友莲做伙，我一定会幸福你看，足幸福的。天公伯只是在甲恁考验，人常常在讲真经唔惊火炼，真爱唔惊考验，你单文旗呢？那会认输？多谢你甲我讲这。GF。Good friend， 应该加油！加油！
文妮，廖冠华，你要创啥？给我放开！文妮，你听我讲，我袂伤害你啊。咱做过翁仔某，拜托你甲阿姐讲，请伊放我煞好无？大兄即摆搁倒伫咧病院内底，阿姐袂放你煞。我无想过要伤害任何人，是大哥家己走来的，袂当怪我。廖冠华，他即摆也会负你去自首。袂，我袂用自首，我若自首，这世人就毁掉啊！文妮，你无希望医生有一个坐家的爸爸吼？拜托啦，你甲阿姐讲，请伊放我煞，阿姐已经知影咱离婚的代志啊！你即摆甲我离开，你即摆马上离开，你若不爱离开，我就报警哦！拢是你这个公查某，拢是你害我的！廖冠华，给我替我去甲阿姐放讲，开！替我去甲阿姐讲，给我放开！你先给我放甲阿姐讲，叫伊放我你创啥？啊！文妮，报警！高环，高环，高环！杨冠华，先生，有安怎无？杨冠华，你走袂去啊！杨冠华，廖冠华，警察先生，伊就是你要找的人。文妮，杨冠华，文妮，文妮救我，文妮救我，文妮，文妮救我！兴华迄个地到底当时会当摕到？我一定投遐尼侪资金入去，而且开发案就要开始啊，就欠兴华迄个地。爸，你搁给我淡薄时间好无？我拢安排好势啊！你相信我，我讲会用摕到，就会用摕到。要兴华这件代志，我会交互恁阿兄处理，你免管。爸，还佫有，你互你经营，我会交互恁二兄管理。你就乖乖踮在厝内等嫁人就好。这个代志你全部拢莫管啊！凭啥物啊？开发案嘛好，买互的嘛好，拢是我一步一步做起来安尼。凭啥物我牛用啊？迄是你无才调。我互你偌济时间，佮偌济钱哈！我袂当，嘛袂佮等落去啊！讲到底，你就是偏心重男轻女，我不好。当初我生你买互你的时阵，你毋是嘛支持我？我即摆买互你。高副长，这位警官讲有代志要找小姐。高彩薇小姐，你有叫人绑票，偷摕商业机密等等罪行的嫌疑，请你跟阮去警察局。你伫讲啥物？我听无。恁找唔着人啊啦！这位警官先生，我想机中是毋是有啥物误会？你应该知影我是谁人吼？伊是我的查某囝，这毋是讲你要带人走就当带走的。高董事长，恐惊你对恁查某囝无啥了解。高小姐，我这有一段录音，你听看嘛。高董，你即摆是安怎？说甲离哦？是你叫我去偷摕内地的报价单呢？是你叫我甲救委联系我，你才摕到内地的合约呢？这个嘛是我配合你，要互你买兴华，我才想到破坏公山这个计划。所有办法拢是你家己想的，嘛是你自愿去做的，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而且
嘛无证据。你即马是安怎？甲我利用完，就甲我趁一笔信，内底合约趁几十亿呢？我敢若摕几万尔。几万？叶先生，你甲我讲500万呢？我若知影你最后会失败，我当初1仙钱拢袂互你。当初。甲你讲话，叶冠华已经封掠起来，这段录音都是伊提供的。你甲伊所有的罪行，叶冠华嘛已经全部认罪啊！你竟然冤枉我做出这个代志！无啦爸，你相信我，拢是迄叶冠华，伊陷害我。什么？多小姐，啥？爸，你救我！爸，我是会着咱都救我！小款，有较好无？有，好真济啊！你还乖乖听医生的话，好好休困。等医生讲下年，我才带你出去散步活动者。好，我知影。请入来。阿妈，我摕落鱼汤互你。多谢多谢。哇哟！哇，足香的呢，一定足好啉的。等下，来，就小哟。小款，足好啉吗？好啉无？我家己来就好。好，谢你。你要好好甲确定说大声，因为着要照顾你，明仔载专工甲好好请假一工。我哪有啊？我只是身体无爽快，才请假的，故意只是顺续。哎哟，你身体无爽快啊？倒位无爽快哈？我带你去看医生。唔免啦，为着毋是为着伊。毋是为着伊对无？只是顺续，拢是顺续，一切拢是顺续，请假嘛是顺续，免上课嘛是顺续。对啊，你看你翁啦，规工底下讲什么543，安尼对巴肚内底囡仔无好。咱卡丁小公主当时搁捌遐济啊！对，搁会甲人斗，真正足幼稚的。你这幼稚。好啦，我幼稚。你规家伙仔拢幼稚。对啊，因为我是恁阿姐，所以咱全家拢足幼稚的，安怎？想开啦！哎呦！笑啥？真会欢喜哦！等你身体较好咧，咱一家人做伙出去佚佗。我先讲我不爱去哦。我无约你。敢讲你心肝内感觉咱是一家人？谁甲你一家人啊？就想要吐。我是恁阿姐，咱本来就是一家人啊，会好好斗阵。哎哟，对啊，该赶出去啊！袂用的啦，伊即马搁爱负责饲鸡。无毋对，讲到这，我头一个月薪水得要领着啊！等我领着钱，请恁食好料的。真啊假？你要请阮食好料哦？总算会晓想啊！安尼我要食较好的。好啊 ，OK， 你要食较好的哦。对。安尼一家人先翕相。好啊，来啦！翕相，紧来啦！买啦！来，紧来啦！紧来！这里，好。来啊！来，一、两、三，耶！讲较甜，就较欢喜咧。来啊！一、两、三，耶！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一起在诺言下。妈，你倒来啊？你今日有去看幼莲无？有啦。伊状况啥款？医生安怎讲啊？医生讲吼，幼莲即马各项指数拢恢复正常啊。也毋过，什么时阵当精神，医生嘛毋敢讲。幼莲是一个真大心、真乖巧的囡仔，伊无可能甲咱放的做起，伊一定好起来。对啦，咱要有信心。
对啦，文琪我伫遐。伊安尼无暝无日伫照顾幼莲，规个人拢消散落吧。因为幼莲的代志，我才深深感受到因两个人的感情。文琪有来出来找我啦，伊讲伊甲幼莲两个人在互相上需要对方的时阵，两个拢总袂离开。因两个一开始就毋是兄妹的感情啊，是咱才做时代的。因为种种的原因，硬要甲兄妹这两个字刻在因的头壳底。我明仔载吼叫阿兰传一寡较营养的物件，我送去互文琪食啦。我入来敲电话哈。张我，你哪走出来啊？我去便所啊。毋是甲你讲有代志要叫我，万一你出代志要安怎？我扶你入去。说哩哦。好。你气色哪会遮歹啊？可能倒伤久啊。等我者。你哪会雄雄想要替我化妆啊？因为你气色遮尔歹，我实在看袂落去。到时你敢不爱伫？看者。哇，你画了足好的呢！你人工讲明会教我要安怎化妆？化妆是艺术，无遐尼简单。所以你才想要学化妆，做一个化妆师？也毋过我想要学的，毋是一般的化妆，是迄种特殊的化妆，像僵尸妆、仿生妆，或者是怪物，就是电影会用到的迄种。也毋过用到的技术甲材料，甲一般的无共款，一定要去专门学校学才会用的。原来你想要学的是这种的哦。以前我拢毋知影呢。阮爸嘛是啊，恁大人哦，从来无想过我真正需要的是啥物。就安尼啦，你好好休困，若需要啥物一定要叫我，知影无？知影。莫后白走。好。对不嘞？今日天气足好的呢，所以我甲窗仔日扭起哩，互你感受一下日头的温度。透早医生来巡房的时阵，讲你各项检查指数拢真正常，所以你要继续加油哦。爱困会滴，困饱就要紧精神啊！阿嬷，恁来啊！你早当食未啊？阿嬷有煮红枣红豆汤，你啉一寡好无？不要紧，我袂枵。又过来啊，佫袂枵，是要做仙女哦？啉一寡好啦，你看你的面色无讲介好，无食物件会拍歹身体呢。
莫到时阵阿兄真神，结果换你倒落去。你是黑白讲啥的啦？看在阿嬷面子上，加减忍者，大姐。好，慢慢来食哦，哈。好。多谢阿嬷，红豆汤小小啉落去，胃感觉足爽快。文琪啊，幼莲即马啥款？有较好无？医生早起来巡房的时阵，讲伊对外口的声音有反应，状况有慢慢变好。只是唔知影当时会当醒过来。所以咱即马讲啥，阿兄拢听得到。阿兄，紧精神啦！你拢唔知影有人为着照顾你，迄黑目镜吼有够乌的，我看吼迄化妆都无效。你讲唔紧精神，到时阵你会袂恁咧医哦。哎呦！你即马是咧讲啥啦？大家拢叫咩烦恼事啊？你搁咧遐讲生笑？唔是啊，我看呢阿兄敢有反应啊。哎呦，阿嬷无话你。你即马是咧甲我装笑呀你？恁大兄混迷不睬，我讲话伊是有听试的。看卖啊，有试有机会啊。幼莲啊，我阿嬷啦，你有听到我讲话无？幼莲啊，你有听到我讲话无？阿嬷，受大声啦！你讲我伊遮尔近，会臭死人啦！无啦，我都想讲较大声，伊较有听啊。好啦，我较细声的人。幼莲啊，我阿嬷啦，你紧精神好无啦？你即马安尼，阿嬷逐工住咧厝咧，我拢袂食袂困。恁爸嘛是共款。昨暗的时阵，恁爸伫厨房，伫甲医生讲话，伫问你的状况。恁爸甲阿嬷讲，伊即马敢若希望你会当紧精神就好，会用甲伊开讲。其他伊啥物拢无要求，阿嬷嘛是共款。幼莲，你紧精神好无？莫互爱你的人烦恼好无？你听阿嬷的话，你紧精神好无？阿嬷，你莫艰苦啦。医生有讲，幼莲的状况有愈来愈好。所以咱嘛要有信心。哎呀，创啥啦？拄则叫我莫遐大声，你家己遐大声。唔是，阿兄拄则叮当啊，咁真是咧？伊的枕头拄则就安尼叮当啊。无啊，你哪有白讲啦？我无黑白讲啦，拄则真正有叮当啦。幼莲，丢莲，我是陈文琪。你若有听到我的声音，你就甲我的手握一下。你有听到我的声音无？哦？叮当！丢莲，你紧醒醒啊！阮所有人拢伫遮等你。丢莲，你紧起来！阿兄精神啊！你真是精神啊呢？精神啊！幼莲，你紧叫医生，紧叫医生。幼莲，阿妈，
有人，有人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来，小姐，你加点面饭。老师，哇，你真正足够食呢。我要食饭啊！恁两个伫遐洗宝贝，是毋是有话要甲我讲？其实阮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坦白。我就知影，你是毋是做毋对代志才请我食饭？你这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来，你的这啥？拍开看嘛。这是卖厝的属于你的1000万。这是我的钱呢！本来阮是打算替你保管到新年了后才互你，也毋过后来想想的，这笔钱应该由你家己做决定。我以为这我的钱当然我决定啊！哇，哦，原来这是1000万的气味哦！哇，江卡铁，即摆社会遮尔乱，你一个还未18岁查某囡仔，你爱细腻，钱爱收好，爱拄着歹人。拜托，我一定对你身上学到足侪对付歹人的方式啊！好啊，就安尼讲定，过几工我带你去开户，把这笔钱欠入去。好啦，既然我即马已经是好野人啊，今日这顿我请。哦，你嘛较早讲咧，咱来点菜，加点一寡。江林家，拄则是你请的时阵，你才点这几项，我根本食袂饱。江卡铁，你敢坐啊食饭嘛无俗，你食5碗呢？这当算的，就过分是无？了呢。你是要食啥？卡停车客呢？拄则拢无看到后壁这贵呢。这嘛无点着。这嘛无点着。哇这你看你上爱食？这，这看起来就真好啉。足济呢。足济，真是。拢无好好看过这。这看起来足厉害。安怎？俗话讲，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，所以我拄则做一个决定。这1000万呢，就暂时，只是暂时的哦，交互恁保管，非伫我即马高中还用袂着。江林家，袂当开掉啊！好啊，安尼是安怎？等你满18岁才行了。嘛免想我遐尼济啦，我进前算过，出国留学差不多500-600万，安尼存落来，加的就摕去照顾阮小弟或者是小妹好啊。就巴肚来你食啦。恁大人啊，足无可靠的，所以我斗相共啊，江林家，你要顾好，无你就阮死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有爱，还有伊巴肚内的囡仔。以你以前无好的记录，我暂时先相信。多谢吼。是啥人团去群组啊？东西蛋呢？我遐精神啊！安尼咱去病院。等者，菜拢未食完，你饭才来呢？即摆食啥物饭啊？你机票烧好，你去拿钱，我去叫计程啊。给。紧嘞紧嘞！结果还是要付钱啊！早算会当来等啊？对啊，在眠床顶多买一个月啊，感觉规个人要念掉啊。行，咱来等。阿静，爸，拢款好是无？我准备要送幼莲回去。你的西装我替你找来啊，换衫啦。换西装要创啥？恁阿嬷伫交还的咖啡厅办聚餐，要庆祝你出年。我想你穿西装看起来会较有精神，而且
伫病院穿的衫都直接单调，莫炸转去。好，我即摆换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代志我要先甲你讲。有莲，我派你去越南的计划无改变，你先回去休困一阵啊，等身体好就准备过。爸，我还未讲完。文琪，我希望你甲友莲做伙去。阿静，你的意思是希望我继续留伫兴华上班？无毋对，越南厂是未来兴华的生产中心，我希望会当照你的能力，替友莲甲遐管理好势。恁会当做伙拍拼，嘛当好好啊过家己的生活。爸，所以你无反对我甲文琪交往啊？只是恁一时之间爱我接受恁为兄妹变做翁仔某，实在有淡薄困难，所以恁留伫越南安尼较自在，对大家拢好。阿静，是的啦，我知影阮的代志互你真为难，尤其是我爱恁受别人的眼光。所以咱拢退一步，嘛拢徛伫对方的立场想看卖咧。一家人嘛，都是应该安尼啊。凡说过一阵啊，大家拢会当接受啊，恁就会当转来啊。我安尼安排，恁两个敢有同意？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雨停了，像候鸟擦飞爸，再远，终究多谢你，是回到那多谢你的安排。阿静，多谢你。紧去换衫啦，我先去车顶等你，等你做伙去交还的咖啡厅。好。同一个屋檐，心里记住语言。当你在我们之安怎？上不曾走远。我感觉这一切拢敢若加做迷茫，想要到后一个做一款决定。我嘛同款啊。紧换衫啦。哦，好。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雨停了，像候这是啥？鸟，它飞得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。这是迄个时阵，我准备要甲你求婚的请柬，爸阁顺续替我摘。真的想你了，沙发前的玫瑰，等你发现。雨停了，看候鸟，它飞得再远，会有暖的季节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你创啥？甲你求婚啊！这是病院呢，哪有人伫咧病院求婚的啦？我知影这真无浪漫，也毋过我1分钟拢无法度等。但文琪，你敢愿意嫁予我，甲我做伙去越南，然后做伙创造属于咱家己的家？我愿意，不管去倒位，只要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未来，就是咱的家。来，来来来哈，干杯！哎呀，
咱张家吼，足久无自餐啊啦。我先讲哦，今仔日袂用冤家哦。咱大家若自餐吼，大家拢冤家，所以今仔日爱欢欢喜喜食饭，绝对袂用冤家，知无？知。啊对啦，明芳当时会来啊？哦，伊差不多到2点外钟才会落无人机啦。到位了后，伊会直接过来。哦，无要紧啦，咱先食。好。哎呦，来，给两个来啊！给两个来啊！这鸡卵糕是我做的，恁食我买。是安怎要食鸡卵糕？因为顶个月张连过生日啦。哦，就是因为伊过生日，大家无甲伊过，伊毋才会带赛。以后毋管什么人生日，一定拢爱做生日啦。安尼过来是啥生日我是某油做的。哼，莫怪性地这摆。你讲啥？礼貌，你即马叫阮二姐阿姨，咱应该回复辈分。我是阿姑呢。我是袂叫你阿姑的。不要紧，咱张家吼，以后都莫计较遐尼济啊！啊！我嘛是某油做的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好啊。后个月吼，就甲预算甲卡庭做生日。我要食妈妈做的鸡卵糕，搁有叫下阿姊做的贝果。真赞呢！无问题，我记落来。阿兄，既然要补过生日，你敢有啥物话想要对大家讲？对啊，阿兄，你有啥物生日愿望？多谢大家，多谢恁家赶紧甲我送去病院。我在病院时阵，嘛多谢大家的照顾。我要特别多谢文琪，因为有你伫的，我才会当恢复甲遮尔顺利。多谢你，敢要甲大家讲几句话？歹势，未来我的身份甲以前无共款。我毋是阿嬷的查某孙，嘛毋是阿叔的查某囝，嘛毋是大家的大姊。要毋过我希望你莫甲我当做外人，就亲像进前共款，有啥物话直接甲我讲就好。毋管是好话还是无好的话，我拢愿意听。戴文琪，虽然以后你就毋是阮大姊，也毋过你会是阮大嫂，这杯敬你。来，大家不要捧起来啊！来。人讲吼，有缘分的人才会变做一家花啊！所以吼，以后毋管是什么身份，只要是认同咱张家的吼，拢是张家的人。祝福咱所有的人幸福圆满，全家永远快乐平安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等者，杯仔莫放落来，我摕手机啊翕一张。哦，丢你啊！莫用手机啊，我有照相机哦。哦，专业的。而且是阮某送的。来，换一个位翕上啊！好，来，直接来。好啊。好，来，林家，你嘛要做伙翕吧？要毋过，无我来啦，我来替你翕，一个人做伙翕。毛你啊！来，拢设定好啊。OK， 你只要看画面就会领啊。这角度袂歹。无啦，你嘛毋对啊！迄落交换，你嘛做伙来翕啊？哦，要毋过我毋是张家的人。哎呦，迄哪有要紧啦？阮张家也毋是大家拢细张啊，嘛毋是大家拢有血缘关系啊。搁再讲，你甲阮拢熟识遐尼久啊，阮早就甲你当作亲人共款啊。交换啊！安尼我收你做客囝，咱都是一家人啊！交换，你之前毋是真欣赏我有遮尔侪亲人，今嘛你嘛是张家一份子啊！交换，欢迎加入张家。哎呦！安尼我去摕沙卡贝，等我吼，等我。准备好啊？好。好，一、两、三。咱是一家人，耶！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。
同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存动言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